高雄通报今年全国头一个百日扫的病例，是一个2个月大的查某婴。卫生局目前是考虑接触者，包括亲人、医护，拢总39个人，拢爱健康监测。家长带囡仔来病院等要看医生，高雄出现今年第一个百日扫的个案。一个2个月大的翁仔仔，初二开始扫，阁有痰，连续2礼拜拢无好，阁出现气味深的下咕声。送病院带医并采检了后，伊确诊是百日扫。百日咳为呼吸道传染病，潜伏期一般为5到10天，最长可达21天。主要是透过飞沫传染，初期的症状跟感冒类似。口罩要戴着，手尽量少去那个人多的地方。其他家长知影有一点仔紧张，表示会互囡仔挂好喙罨。卫生局接到通报嘛做一调，确定翁仔主要照顾者是妈妈甲阿嬷。阿嬷1个月前就有扫的症状，其他厝内人目前无状况，赶紧将厝内人甲医护总共39人列做接触者，预防性投药。小朋友感冒常常会造成一些吸支气管炎，有时候也会咳得蛮明显的大部分1-2个礼拜慢慢就好了。咳得比较持久、比较厉害，咳到吐奶会有点喘那个就要找医师评估一下。医师表示，就因为百日扫一开始症状甲感冒真像，真歹分得出来，加上翁仔无抵抗力，更需要5下预定疫苗防疫。秋冬感冒的人真多，加上特别过年，医生嘛提醒家长减少带囡仔去人侪的所在，降低感冒等传染病群聚的风险。公视新闻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